先生，没有罗总的允许，不可以进。不好好工作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听好了，我叫杨康，是一个有老婆的人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跟我老婆刚刚结婚。你呢，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。请你把话说清楚一点。还要我把话说清楚？你有脸做的那么清楚，我还真没脸跟你说清楚。你记住我的话就是了。从今往后，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老婆。你知不知道诽谤是犯法的？你知不知道勾引良家妇女是要被判处死刑的？我没发火，你倒想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是什么总经理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。不想干了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。老子现在不是你员工了，想打你就打你。你要是再敢靠近我老婆一步，小心我打的你这张小白脸开红花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老婆是谁啊？你还装蒜？该不会是那个雷小桃吧？你这蒜装的也太无聊了。他告诉我你是他哥哥。什么？死罗伊，臭罗伊，倒霉鬼，害我又没了工作。见信，回家，马上。爸，去哪儿？你去哪儿啊？晚上不是说了你要一起去吗？是啊，你阿姨过生日，记得买份礼物啊。哎，你现在去哪儿？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？我这个人习惯自己去办事儿，别跟着我。怎么还不接啊？小头的电话打不通，杨康通了不接。哎，你说这臭小子怎么办呢？啊！哎呦！你急什么你？肯定不是他，他自己有钥匙。儿子回来了啊！那进去看看。我请你。怎么啦？一副双打的茄子样。你猜？脑昏变了。你就不能说点好的？你得有好的让我说呀！瞧你那样就没好事儿。一言难尽啊！哼，后悔结婚啦？那倒没有，不是说不吵架的夫妻过不到头吗？切，哪来的理论呢？哎，你跟那个罗毅怎么样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他害我丢了工作，还没找他算账呢。啊？你工作又丢了？哎，等等，什么叫他害你丢了工作？这说来话又长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下班没？早玩去。不行，今天我加班，外面天气这么热，晚上生意肯定很好。看你这样子，很有富婆的潜质嘛。简洁。哎，有他电话没？约出来晚上喝点东西呗。谁啊？我们家杨康。装。哎，我说，你就真的那么喜欢那个姓罗的？帅呀！这帅能当饭吃啊？娶回家存款自动能涨？这种事情你这种人永远无法理解的。好啦，可以的话，赶紧把电话要过来呗。这还不是小意思？不过我要跟你做个交易。交易我最擅长了，说。最近我们家杨康抓住我一个事儿不放，烦死了。
我也得抓他一个，这样扯平了，他就不会那么烦我了。说说看，怎么折腾？他有一个前女友，你不知道吧？啊？哪个男的没点前史啊？怎么了？你帮我查的号码怎么样？啊？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这孩子中邪了吧？你别胡说。哎，杨康，说话，跟爸说啊。哎，儿子，哎呀，行了行，出去吧。啊，这孩子。儿子，我做饭去啊，一会儿吃饭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你这，哎呀，别动，困死了。喂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哦，你个倒霉鬼，凭什么害我丢了工作啊？你凭什么呀？你凭你到底什么呀？在说什么？我是欠你钱还是怎么的？你凭什么害我丢了工作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再不住手，我要对你不客气了。你凭什么呀？你还我工作？你还我工作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放手！干嘛呀？放手！哎，你有点绅士风度行不行？哎呦！开门！我让你开门，听见没？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你这什么鬼话呀？来什么安什么呀？快给我开门，听见没？干嘛？没文化。你开不开啊你？喂，别瞎弄啊！弄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你什么你？问你最后一遍，开不开门？干嘛？想泼我？泼你多没意思呀！喂！你搞什么？再不开，我就逮着你房间里的每样东西挨个放血。行，非常好。你干什么？怕了？害怕？笑话！我怕你什么？不怕，干嘛这么着急走呢？这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我……又不是没睡过，怕什么呀？你胡扯什么呀？那是一个错误。错误，那就将错就错，再来一次。想占老娘便宜，色胆包天了你！色你，就你这种货色，老子饥不择食也要挑个有档次的。你什么你？行，你给我走。这个美卷还挺有高科技的嘛。你说什么？行啦，以后呢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就算遇到你呢，我也会绕道走。你呢，也将不认识我。这么恨我？谈不上恨吧，我们不熟。总之呢，遇见你我很倒霉，我们八字不合，所以呢，以后遇见绕道走，我就拜托了。哎呀，我害你丢了工作，对吗？你想怎样？还我一份工作？对，我就还你一份工作，要吗？你以为你谁啊？盖茨还是乔布斯啊？好，你等一下。我等你什么？等我换个衣服，马上就来。
趁机拿到多多想要的号码。您呼叫的手机已关机。什么破手机嘛，居然没电了！要不你先吃点儿。看你儿子那样，哪吃得下呀？你要是这样，那可怎么行啊？你也知道啊。哎，等他今天晚上回来，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。哎，到我们家什么？旅馆、饭店？他们小夫妻的事儿，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你那儿子，他能解决了？哎呦，奇了怪了，长得高高大大的，也不知道像谁。还不是像我？说什么呢你？我是说，我是。你说清楚点儿。怎么了？要不要用我的手机打给你哥？不关你的事儿，我现在回去了，开门。嘿，现在你可回不去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安不安全我不知道。你和我在一起，我敢保证，绝对安全。为什么？还用问为什么吗？你是同性恋？喂，你这脑袋什么材料做的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典型的异性恋，可我宁愿碰男人，也不会碰你。原来你真是同性恋啊！走了。哦。你又干什么？想请你帮个忙。请我帮忙？喂，你疯了吧？我要回去。如果你不乖乖合作的话，我就去你家里找你哥哥谈话。你威胁我？是的。跟我走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这让我怎么走路啊？如果我放了你，你跑了怎么办？我雷小桃像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吗？当真？不信你试一次。哎，还跑？跑了吧？跟我走。你，哎呀，放手！儿子，你怎么了，儿子？啊？哎呀，你这干嘛呢你？我送开你！哎，你要吓死你妈呀！雷小桃，我跟你离婚！完了，有人在骂我。打喷嚏不是说是别人想你吗？怎么是骂你？谁告诉你的？送我回家。送你回家？难道不是吗？自恋到极点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！我可是有家室的人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外加一个丈夫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了？他今天来找我了。他说什么？哎呀，你说呀，你快告诉我呀！哎，你告诉我他说什么了嘛？走了。喂，儿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等我离了再跟你们说啊！胡闹，结婚就稀里糊涂的，离婚也稀里糊涂的。爸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结婚太早，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看，你妈怎么跟你说的？没事，儿子，现在来得及。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杨康，冷静点，有什么话跟我们俩说。说，还说什么呀？我去他家退婚。哎，儿子，妈跟你去啊。你去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着急。哎呦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老拉着我干嘛？哎呀，吃错药了吧你？坐。你说你也不着急。你也不想想，他嘴上说离婚，又跑老丈人家去，什么意思？不是退婚去了吗？这结婚证领了，往哪儿退去啊？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儿子根本是找个借口去见小桃。哦，这种儿媳妇早离早好，真是的。
什么找？哎呀，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这婚结得我头昏。进去吧。那这么说，他是你同事啊？可以这么说。怎么就这么巧啊？大概这就是孽缘吧。你少臭美，谁跟你有缘啊？喂，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。我要打个电话。你还嫌我跟我丈夫的事情不够乱吗？他又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，你不会说是跟路人借的？你是教我跟我丈夫撒谎？你撒的谎还少吗？你。怎么了？关机了。看来你这哥哥也不怎么关心你嘛。哎，别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抱你几句啊！你到底要我干嘛呀？哎，干嘛？帮我买礼物啊？送给女人的。你送别的女人东西让我给你挑？是的。送礼的那个对象是我那个经理吗？不是。啊？你又换女人了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快说买什么？多大岁数啊？大概30多岁，40不到吧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搞姐弟恋啊？什么跟什么呀？快说买什么？是你女朋友对不对？我是让你来挑礼物的，不是让你来提问题的。你们俩的关系决定买什么呀？这都不懂。她是我继母。岳父，岳父开门！谁呀？这是大晚上的。谁呀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岳父开门！岳父，小桃呢？他没回来。哎，小桃他又跑了。他跟您说他去哪儿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我倒想问问你啊，她嫁给了你，你怎么老回来找她？哎，对了，是不是你们家对她不好，所以她才往外跑啊？岳父，这可冤枉死我了啊！我们全家拿她当块宝，可她呢？她竟然……您帮我告诉她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哎，等，什么有限无限的啊？凡事不能太忍，忍长了就有爆发。哎，一路走好，拜拜。这俩人，又闹上了。看什么戒指？儿子送礼物得实惠，得温暖。戒指这种东西啊，是恋人送的才好。看不出来你还挺懂的。是个女人都懂啊。看不出来你是女人。我也没看出来你像个男人。不急，慢慢看。谁跟你不急？过了今晚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哇，真漂亮！来了，给你钥匙也不自己开门。老天爷保佑他在这儿。张小桃，你俩吵架了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那就离呀。哎，杨康，我找你有事儿。还真没发现，世界上居然有这么漂亮的戒指啊！你不是说已经结婚了吗？婚戒呢？谁跟你说结婚一定要有婚戒啊？我们这叫裸婚，裸婚你懂吗？你以为我外星来的？冲动是魔鬼，裸婚是冲动的产物。你懂什么呀？不为票子、房子、车子，只为这个人，所以才结婚。这种境界，你这种人根本没法明白。你懂，连一枚戒指都没有，还怎么给对方幸福？
在一起就是幸福啊。那你们幸福吗？我对你没别的想法，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样，我只希望小桃幸福，我纯粹是从小桃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俩的关系。我们两个早就没关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着急撇清关系干嘛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桃知道了，会怎么样？你想说什么吧？我说过，我比你了解小桃，你们不能再这样吵下去了。谁跟他吵了？是他总出现问题。有些问题是可以忽略的，你知道吗？小桃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，她对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二心。她已经觉得累了，真的，她亲口对我说她觉得累了，我也看出来她觉得累了。你们再这样，会把她吓跑的。有这么严重？比这更严重都有可能。多多，你呢？跟我来分析分析，我呢，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？我呢是真不希望跟他吵吵闹闹的过日子，啊！哎，你听我说啊，喂，你不着急回家吗？反正都已经出来了，就看看呗。还真是没家庭观念，赶快走了，快啊！哎，你要有事你先回去呗，我还想再逛逛。你这女人，人家好久没出来逛了嘛，随便看看，不买。不买你看什么？就欣赏欣赏呗。天下女人都一样无聊。喂，你真不走？你先走，拜拜。哎，干嘛呀？我得把你安全送回去，要不然你那哥一来找我拼命。哎呀，放开我，放开！喂，傻站着干什么？赶紧走啊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哦，就这么巧啊！二位该不是来买婚戒的吧？哎，不是，经理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这都被你猜对了。小桃，我们走吧。不是，李罗伊，干什么呀？你放手！哎，就拿这个。好，谢谢。你搞什么啊？就要这个了，付钱。来，谢谢。挺多的，你疯了？还喜欢什么吗？喜欢的话，一起买走。你为了怄气，居然浪费这么多钱！送给你，但是要记得啊，钱要还。还就还。啊！3万！哒啦！喝，干杯！你别再喝了，小豆要是看见你就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杨康从今天开始彻底解放了。听你说，你和小桃在一起是被压迫的。绝对是被压迫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心啊，跟进了地牢似的，天天担心的，操心的。她是我老婆哎，怎么就成了我孩子了呢？女人嘛，你就要像宠孩子一样宠着她。那也得宠得起。
那个妖精，整个一个小妖精，她跟我妈吵架，跟我吵架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你这么安静让人不习惯啊！你不会想耍赖不还我钱吧？我允许你分期付款。你说裸婚对吗？你怎么想这么深奥的问题啊？你的脑袋承受得住吗？我是说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如果你是一个三没四无的人，你会裸婚吗？三没四无？什么是三没四无？没房没车没钱，无工作无存款，无现在无未来啊！这听起来很恐怖啊，就跟把一个女人带进地狱没什么分别。也不算没未来吧，只不过按照现在的他来看，看不到未来。你是指这个杨康他就是三没四无的人呢？其实我跟他差不多吧，除了人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起码要奋斗到看得到未来再谈别的吧。我是觉得啊，没有物质基础的婚姻，就像是人没到法定年龄结婚一样，一个触犯的是法律，一个触犯的是万物的定律。你想想啊，恋爱的核心是爱情，婚姻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物质基础，是钱。恋爱时候的风花雪月啊，到了婚姻里面就是惨淡的乌云。没有哪份爱情啊，在缺盐少油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得住啊？那爱情需要吃盐喝油吗？当然，哪个浪漫的举动不需要花钱啊？很多事情啊，比如一起看星星，看看月亮，看看海，一起饿着肚子看星星会美吗？算了，不跟已婚的女性人士谈论这个话题。你看上去真不像结过婚的人。既然已经结婚了，就要好好的把日子给过下去。虽然结婚的时候你很年轻，但还是要继续下去，懂吗？你们这些男人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女人看到你，什么都给你了，帮你照顾妈，帮你照顾爸。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？雷小桃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彻底脱离你的魔爪，听到了吗？我回来啦！哎，你回来啦？有吃的吗？你们怎么了？喝酒，来，喝酒。来来。哎喂，这里是我的家。你的家？你到底有几个家啊？你管得着吗？哎喂，我可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只要分期付款还我钱就可以，50年有效。3万哎！嗯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？再说这么个东西，我才不要呢。那送你啊。凭什么送我啊？也是啊。哎，你，我又没女朋友，留着也是累赘，不是吗？你可以当掉啊，或者送给你未来女朋友。再说3万块钱的东西，你说扔就扔了。切！哎喂！喂！我再有钱，也不至于扔掉值3万块钱的东西吧？你也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哎，这次没提到吧？从现在开始，别说你认识我。奇怪了，我就从来没说过认识你啊。你是土星，我是火星，咱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什么话，这是后会无期。喂，宇宙是万变的，只要是星球啊，都可能有相撞的一天。我呸！你别诅咒我了。
从明天开始，我要好好的做杨康的媳妇儿，我要跟他将裸婚进行到底，我们要创造爱情神话。小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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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梁小桃，你站住，听我说，不要命了！小桃，小桃，你冷静点。离婚，听见没有？现在就离，马上就离！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哎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小桃，小桃，小桃。哎呦，回来了，那么晚了也不能轻点儿，真是的。哎，怎么了？离婚！我要跟你儿子离婚！怎么跟我妈说话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没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您睡觉睡觉啊，我们自己解决。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太嚣张了！太嚣张了！太嚣张了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他们小两口的事儿他们先解决，不行咱们再过去。让开！哎呀，孩子的事儿大人不参与。我跟你说让开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冷静点好不好？让开！哎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啊！那是，跟你一样，那是误会，不是主观上设计好的，属于误会，纯属误会，跟你那误会是一样的嘛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在报复？报复？媳妇儿，怎么能用这么严重的词儿呢？你那天说会找女人睡觉，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找我朋友？你要冤枉死我呀！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你没那个意思啊？你居然做出了那个意思，杨康，你行，你真行！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深更半夜的你就别闹了啊！我爸妈都休息了，咱们睡觉啊，休息。哎呀，你去找他睡，找他睡！太厉害了，这个媳妇儿，我不找他，我绝对不找他啊！哎，别打我！哎，别打我！打死你啊！哎呦！打死你！哎，媳妇儿，你行了！哎，别闹！吵呢！哎，行了，媳妇儿，别进去了，别！进去！哎，媳妇儿，下来！林小桃，差不多了啊！我在教育我丈夫，你给我出去！刘小桃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快跟她道歉！我道歉你个头！我先灭了你再说！林小桃，别打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动手了！妈！打死你我！妈！好了，林小桃，不要再打了！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问你儿子。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就这样，你要看不惯，离啊！你以为我不想离啊？要不是民政局没上班，我早就第一个去了。你干什么去？排队去啊，咱争取第一个办。行了，你们眼里到底有没有我们长辈啊？啊？杨康，你说。妈，没有的事儿，是一场误会。我亲眼看见他跟别的女人抱在一起啃。什么叫啃啊？妈，没有，真没有的事儿。你居然敢当着你爸妈的面撒谎！我亲眼看见的，那女人还是我朋友。那是误会，我喝多了嘛，就把别人当成了小桃。杨康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这理由你也能搬出来？你简直是我偶像呕吐的对象！你，我真是一点都帮不了你。睡觉吧啊，明天再说。
媳妇儿，一个字儿。滚！好，我滚。嘿嘿，好嘞。哎，媳妇儿，我滚好了。媳妇儿，你别生气了啊！你说你这命都够好的了，之前那是你的问题，现在一下子都成了我的问题了啊！你说，你会说人话吗？什么叫我的问题？我有什么问题啊？这说来说去，就是因为你的不相信，出于你的不相信，所以你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，是不是？说真的，这个真不是。滚一下！延迟5分钟，我就滚，行吗？媳妇儿，前妻，这不还没离婚呢吗？啊，媳妇儿，提前喊起来，明天第一个办。别呀，我听说啊，这离婚证比结婚证还要贵，咱是离不起。我伤不起。没伤啊，那是误会，纯属巧合。我啊是真的想你，我想你想的，把别人都当成你了。你哎！系统提示，别上来，否则中毒无药可救。没关系，在我的系统里面，全部都自动向我媳妇儿靠拢。别贫，贫死了没人给你买墓地。像我这种人，早就没有进墓地的权利了。知道就好。我得带着我媳妇儿去天堂。我一脚踹你到阴沟里面去。阴沟里翻船，那还得有艘船吧？哎，要不咱把那艘船改成泰坦尼克号，我带你去法国游迪拜，游啊屁！连个戒指都买不起的人还想游迪拜？我看你干脆跳海算了。跳就跳，跳进去，我直接给你捞一个海洋之心回来。我媳妇儿，你放开！明天我们就去买戒指。离婚纪念戒，白头偕老，天长地久见。滚！一起滚，滚床单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这件事是我的错，但是前面也是你的错。我的意思是，比起我的错，你的错根本就不算错。我这双膝盖，除了我妈之外，从来没有跪过别的女人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看在我这金灿灿的黄金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啊，你先起来。不，我是有罪之人，我必须用我这满膝盖的黄金来顶掉我的罪。你这破膝盖哪来的黄金啊？嘘，千万别说这是破膝盖。媳妇儿，你跟不跟我？继续跟着我。跟又怎样？不跟又怎样？跟着我，后半生吃香的喝辣的，无忧无虑。不跟，怎样？你要干嘛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我半夜飘到你床头。哎呦，赶紧起来，你听听。听什么啊？哎，万一儿子被欺负怎么办？哎呀，他是个男人，只有他想被人欺负，否则谁能欺负他呀？真是，就像我一样啊，被你欺负一辈子，一样。又怎么了？你不高兴不乐意是吧？我高兴，我乐意，你不欺负我，我难受。睡觉吧。睡觉吧。关灯。切。